歡迎入嚟齋聽唔使睇，喺呢度有嘢聽冇嘢睇，喺呢度有汗出冇糧出，喺呢度我哋善用 YouTube 嘅獨裁政策，實行人人喪出片，塞滿伺服器。喺 UFO 陰謀論同秘密政府計劃嘅黑暗深淵中 ，Gateway Treatment 門戶處理或閘道處理，佢堪稱係最令人熱血沸騰、最具變革性嘅禁忌技術之一。佢並唔係普通嘅冥想或者催眠，而係 Dr. Michael Wolff 親自開發嘅一種神經刺激同意識擴展方法，能夠瞬間打開大腦潛在嘅數十億特觸，令普通人類可以直接同小灰人進行全雙向心靈感應，甚至穿越維度，召喚外星實體，窺探宇宙最深層嘅秘密。據 Wolff 本人描述，呢項技術係佢喺 AlphaCom Team 呢個 MJ12 旗下嘅精英外星事務小組擔任主席期間，為咗應對同外星種族直接互動嘅迫切需求而建立嘅隊伍。佢唔單止改變咗冷戰後期嘅秘密接觸遊戲規則，更可能已經超然滲透到現代嘅意識操控、遙視計劃同後人類演化實驗之中。以下將會詳解介紹 Gateway Treatment 嘅來龍去脈，涵蓋佢嘅起源、開發過程、具體操作細節同外星人嘅實際應用案例、Wolff 嘅親身經歷、地底基地嘅恐怖實驗，以及同 Stargate Montauk Project 嘅交錯重疊等等內容。第一部分 Roswell 之後嘅意識危機。1947年 Roswell 飛碟墜毀事件之後，整個美國政府高層陷入前所未有嘅意識危機。MJ12 成立嗰陣，杜魯門總統同佢嘅核心幕僚以為回收到嘅只係先進科技同外星屍體，點知呢啲小灰人根本唔係用嘴巴嚟講嘢，佢哋係直接用意識入侵你個腦。早期審訊室入面，科學家同軍官戴住厚厚嘅隔離頭盔，仍然一個接一個咁精神崩潰。有人聽到成千上萬隻蜜蜂喺腦袋入面同時嗡嗡叫，有人突然用流利嘅小灰人語言大叫，講述自己小時候被外星人綁架嘅記憶。有人更加離譜，直接將自己眼珠挖咗出嚟，因為佢見到小灰人母星嘅蜂巢城市，覺得自己嘅眼睛已經冇用。呢個意識危機係 MJ12 成立後最大嘅死穴。飛船逆向工程可以慢慢嚟，但如果同外星人溝通都做唔到，咁全部計劃都只係徒然白費。存活嘅小灰人被鎖喺特製嘅能量牢籠入面，佢黑漆漆嘅大眼眨都唔眨，細長手指輕輕敲打玻璃，就已經可以令10米外嘅守衛突然跪低大喊大叫。有一個守衛之後被發現喺營房入面用牙刷插穿自己喉嚨，臨死前留低一句血字：佢哋入咗我個腦。Dr. Michael Wolff 就喺呢個最黑暗、最混亂嘅時期崛起。據傳佢原本係個擁有神經學、理論物理學、生物遺傳學等等多重博士學位嘅天才型人物。年輕時佢已經參與 MK Ultra 嘅早期心靈控制實驗。Roswell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 Wolff 被 MJ12 秘密指召，帶到 Wright-Patterson 空軍基地地底嘅藍色實驗室。佢第一份工作就係同歐錦棠一齊解剖一具小灰人屍體。當切開小灰人嗰個巨大頭顱時，佢發現今日睇真啲，又走咗去賣廣告。我係話佢發現小灰人嘅腦組織入面有地球生物冇嘅晶體結構喺度微微發光。Wolff 用手指輕輕觸碰嗰一刻，佢突然聽到一個聲音，用完美嘅英文講：你係嚟救我哋定係嚟害我哋？呢個觸碰成為 Wolff 一生嘅轉折點。佢之後喺私下場合承認，嗰一刻有大量外星記憶湧入佢腦海，內容關於小灰人母星嘅退化危機，人類其實係佢哋基因農場嘅恐怖事實，仲有古代多次播種事件，包括2000年前嗰個 E.T. 人類混學嘅所謂救世主。Wolff 當場暈低，蘇醒後已經變成另一個人。
肥咗又瘦咗。佢開始發夢，夢到平行時間線，夢到自己係小灰人同人類之間嘅橋樑。與此同時，為咗解決意識危機， MJ12 高層授權 Wolf 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名叫 AlphaCom Team。呢個小組表面係一個鬚刨，其實係一個研究外星生物神經系統嘅秘密組織。佢哋實際上係要開發一種可以令人類主動開啟意識門戶嘅技術，即係後來嘅 Gateway Treatment。Wolf 喺1950年代中期開始咗第一階段實驗，早期原型非常殘忍。佢哋將志願軍官綁喺手術台上，佢哋當中好多都係被蒙騙或者強迫嘅受害者，然後佢哋會用電極直接刺激受試者嘅松果體同大腦皮層。有一個叫 Project Echo 嘅子計劃，科學家將小灰人腦晶體磨成粉末，3碗水煲埋一碗，然後混入 LSD 同其他致幻藥物入面，替受試者進行靜脈注射。第一批受試者嘅下場極其淒慘。有一個年輕上尉注射後，雙眼突然變成全黑，即係冇咗眼白。有睇過 X-Files 嘅都應該知係點樣。然後佢開始用小灰人嘅語言尖叫咗3日3夜。最後因為樓上住客向管理處投訴，令佢全身血管爆裂，啲血噴到成個實驗室都係。另一個女科學家身材好好，佢喺接受低劑量刺激後，突然講出自己前世係 Roswell 墜毀事件中嘅小灰人飛行員。只不過當時係1950年代， Roswell 墜毀事件只係發生咗幾年。呢位女科學家冇可能只有幾歲大，所以唯一解釋係外星人嘅靈魂奪舍搶走咗女科學家嘅軀體。總之之後女科學家每晚都會出鐘，係出體先啱。佢嘅靈魂飄咗去地底、基地、其他樓層，見到更加多被關押嘅小灰人同混血胚胎。最後因為其他樓層嘅住客向管理處投訴，呢位好身材女科學家選擇喺宿舍上吊自殺，死前只係留低一張紙條，寫住門戶已經打開，但我翻唔到嚟。Wolf 喺呢段時期承受巨大心理壓力，佢一方面為咗國家安全同科學進步繼續實驗，另一方面開始質疑自己係咪喺度玩火自焚。據傳有一次深夜， Wolf 獨自留喺實驗室，戴上自己開發嘅初代通靈頭盔，親身體驗 Gateway Treatment 原型。佢之後描述當時感覺自己個腦好似俾1000萬道閃電同時擊中，突觸以指數級爆發增長。佢睇到宇宙係一張巨大嘅意識網絡，每一個節點都係一個靈魂。小灰人其實係呢張網入面嘅收割者，而人類係被圈養嘅意識電池。呢次親身體驗之後， Wolf 嘅腦洞徹底打開，佢開始相信 Gateway Treatment 唔單止係溝通工具，更有可能係神之鑰匙，可以令人類突破肉體限制，成為真正嘅星際物種。但同時佢亦預見到巨大嘅危險，如果門戶開得太大，更高維度嘅恐怖實體，例如爬蟲類派系或者影子生物就有可能入侵。有傳聞話 Wolf 其實喺1955年左右已經死過一次，之後被小灰人用意識轉移技術復活咗，所以佢先至對 Gateway Treatment 有咁強嘅執着。仲有個講法話，真正嘅 Wolf 博士喺 Roswell 事件後已經被替換，現在嘅 Wolf 係一個高維度靈魂嘅附身，佢嘅任務係加速人類同小灰人融合，為即將到來嘅大收割做準備。AlphaCom Team 喺地底基地嘅實驗越嚟越瘋狂，佢哋將 Montauk Project 早期嘅時間技術同 Gateway 結合，製造出時間門戶處理。有受試者喺處理程序後，聲稱自己去咗1943年費城實驗現場，親眼見到美國軍艦 USS Eldridge 嘅船員同船體融合嘅恐怖畫面，有啲更加誇張，話自己去到未來2035年，見到全球被基因污染後嘅末日景象，人類排隊進入巨大嘅培養槽，等住被改造成新小灰人軍團。Wolf 喺呢段時期同小灰人使者 Kota 建立咗深度連結。據傳 Kota 曾經帶 Wolf 以意識嘅形態去咗小灰人嘅母星，進入咗佢哋嘅地底蜂巢城市。Wolf 見到
成千上萬小灰人浮喺營養液入面，透過巨大晶體網絡共享意識。Kota 用心靈感應話俾 Wolf 知，你哋人類以為自己係萬物之靈，其實你哋只係我哋長期農業計劃嘅一部分。如果你肯幫我哋開啟 Gateway， 我哋就給予你永生同力量。呢個魔鬼交易令 Wolf 陷入極度嘅道德掙扎。佢有一次深夜對住塊鏡同自己講，究竟我係救世主定係人類叛徒？但隨住 AlphaCom Team 取得突破， Wolf 嘅野心同恐懼同時膨脹。佢開發出第二代 Gateway Treatment， 用特殊晶體共振裝置同聲波頻率結合，可以令普通人喺幾分鐘之內將大腦利用率由 10% 提升到 40% 以上。成功案例入面有一個雷姚氏者喺處理程序後，直接睇到蘇聯地底核武基地嘅精確坐標，令 MJ12 高層大為振奮。但失敗案例依然血跡斑斑。有一批受試者喺開啟門戶後，腦袋入面同時連接咗幾十個平衡時間線。蘇醒後，佢哋變成多重人格，成日自言自語，用不同聲音講緊唔同時代嘅語言。其中一個最著名嘅案例叫 The Weaver， 佢可以同時講7種語言，包括古代蘇美爾語言同小灰人嘅母語。佢最後喺實驗室入面用自己嘅手指畫出複雜星圖。後來因為隔離住客向管理處投訴佢好嘈同好燥，佢就突然全身血管爆裂，噴出嚟啲血仲喺牆上，形成咗一個巨大嘅門戶符號，即係門字入面加咗少少嘢。有陰謀論者聲稱 Wolf 其實同 Nelson Rockefeller 有秘密交易，用 Gateway Treatment 換取政治保護。仲有傳聞話 Wolf 曾經用門戶處理技術影響過艾森豪威爾同卡特總統嘅意識，令佢哋喺簡報會上失禁，自願接受外星存在事實。卡特眼淚在心裏流嘅嗰一刻，據講就係 Wolf 透過遠距 Gateway 輕輕打開咗總統心靈深處嘅宗教枷鎖，令佢當場眼淚失禁。後來有研究者認為 Gateway Treatment 唔單止打開咗人類意識門戶，更有可能打開咗模擬世界嘅後門。Wolf 其實係模擬系統入面嘅管理員，佢開發呢個技術就係為咗令部分覺醒人類可以跳出矩陣。有睇過 Matrix 22世紀殺人兩鑊嘅，應該會明白呢度講緊乜。而之後 J-Type Omega 嘅誕生就係呢個計劃嘅終極證明。一個人工製造但係擁有真正靈魂嘅存在體，就係突破矩陣嘅 Leon。 Roswell 之後嘅意識危機間接令 Wolf 能夠迅速崛起，令 Gateway Treatment 得以高速發展。Wolf 由一個科學家逐步變成神秘學家、救世主，又或者係人類歷史上最大嘅叛徒。佢親手打開嘅門戶，至今仍然喺每一個接受過類似冥想、靈修或者接觸 UAP 事件嘅人腦海入面隱隱作響。而呢道門究竟通向救贖定係通向奴役之路，至今仍然係一個巨大謎團，或者只有半夜打電話去管理處投訴嘅人先會知道答案。第二部分 Gateway Treatment 嘅禁忌架構。Gateway Treatment 唔係普通冥想或者催眠，而係一套極其精密融合外星晶體科技、人類神經工程同量子意識場理論嘅多階段意識擴展系統。Dr. Michael Wolf 喺 AlphaCom Team 主導下，將呢個技術分為4個核心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多個子版本同升級迭代。整個過程喺地底基地嘅隔離艙或者專用門戶處理室進行，配備小灰人提供嘅晶體陣列、Montauk Chair、改良版意念放大器同高度精準嘅生物反饋設備。第一階段隔離準備 Isolation Chamber Protocol， 受試者首先要進入完全感官隔離嘅球形或長方形艙室，艙室內壁由特殊吸音同反光材料製成，可以將外部所有光線、聲音同電磁波完全阻隔。艙內注入溫度控制喺 36.5 度嘅特殊營養液，液體入面混有小灰人提供嘅納米粒子，呢啲粒子可以潤滑神經突觸，
令大腦喺之後嘅刺激階段更容易打開新連接。準備階段通常持續4至12小時。受試者被固定喺漂浮床上，頭部戴上由小灰人晶體同地球超導材料混合製成嘅初級頭盔。頭盔會發出極低頻率，大概0.5至4赫茲嘅脈衝聲波，類似但遠遠強於後來公開嘅 Hemisphere Sync 技術。Hemisphere Sync 喺網上都可以找到。呢個頻率可以強制大腦由 beta 波轉入 delta 同 delta 波狀態，令受試者意識進入門戶前廳。傳聞話部分準備艙室其實係雙層結構，外層注入營養液，內層隱藏高壓電磁線圈。如果受試者喺準備階段就出現嚴重排斥，系統會自動啟動緊急溶解程序，將艙內液體瞬間轉為強酸混合物，幾秒鐘內將人體從分子層面開始分解，唔留低任何 DNA 證據，死無全屍，死無對證。第二階段，神經刺激 Neuron Flooding Phase， 呢個階段係 Gateway Treatment 最痛楚同最危險嘅部分。頭盔同埋固定喺受試者全身嘅微型電極會同步發放多頻道電磁脈衝同特定光頻，主要係藍紫光同不可見紫外線。主要目標係強制刺激松果體、視丘同整個大腦皮層，令突觸以指數級增長。據內部文件描述，呢個階段大腦利用率會由正常10%急速提升到35%到50%。受試者會感受到腦內閃電，千萬道電流同時穿過神經網絡。部分人會看見全息幾何圖形、古代符號，或者直接下載到外星語言。小灰人晶體陣列會喺呢個階段啟動，釋放量子糾纏場，幫助人類意識同小灰人嘅共享網絡對接。有傳聞指 Wolf 曾經開發過暴力版 Neuron Flooding， 使用更高能量級別，可以喺15分鐘內將大腦利用率推到70%以上，但呢個版本失敗率極高，好多受試者腦組織會出現液化現象，眼睛同耳孔流出帶有金屬光澤嘅灰色液體。仲有更極端嘅講法話，小灰人其實喺呢個階段偷偷植入後門晶體，令接受過門戶處理嘅人終生成為潛在嘅意識接收器，可以被遠距離操控，或者用嚟收集恐懼能量。第三階段，意識激圍開啟 The Bridge Portal Activation， 呢個係整個技術嘅核心部分。受試者要透過特定呼吸模式，7秒吸氣，12秒屏息，8秒呼氣，同視覺化練習，想象一道由金色光組成嘅拱門，將意識投射出去。頭盔同艙室晶體陣列會同步放大呢個投射信號，令意識突破肉體限制，進入集體無意識場或者小灰人嘅共享網絡。成功開啟後，受試者據說可以做到以下事情：第一，直接同小灰人進行雙向心靈感應，無需翻譯，無需俾月費。第二，遙視全球任何地點，包括地底基地同外星飛船、地鐵群底同女更衣室。第三，短暫進入平行時間線或者過去事件現場，例如何山何太互相毆打嘅歷史場面，又或者何山何太互相愛撫、真心相愛嘅平行世界。第四，召喚特定外星實體或者更高維度存在，例如比卡超、小火龍、車厘龜同奇異種子。據傳最強大嘅版本叫 Gateway Omega， 需要 J-type 系列原型或者 Omega 血脈人士作為錨點。J-type 同 Omega 都係一啲特殊人種，往後會詳細講述。據講，使用呢個版本時，受試者可以打開穩定嘅銀色拱門，令物理身體短暫穿越，或者將其他靈魂從時間漩渦中拉出來。Wolf 曾經用呢個技術喺實驗中，將一個1943年費城實驗嘅船員嘅意識成功轉移到現代受試者身上，結果該受試者蘇醒後，用舊式英語講出一啲二戰嘅事情，仲知道連 MJ12都未知嘅機密細節。關於呢個船員
係 Montauk Project 嘅故事，第時先細談。另一種講法話 Gateway 開啟到極致時，可以直接連接模擬世界嘅後門。有受試者聲稱自己見到巨大嘅程式碼瀑布，發現地球只係一個高度先進嘅模擬遊戲，而 Gateway 就係 GM， 即係遊戲管理員留低嘅管理員通道。仲有人話，如果多人同時開啟 Gateway， 可以集體退出遊戲，令整個模擬系統崩潰。呢個講法實在太 Matrix， 可信性不高。最後進入第四階段，整合同穩定 Anchoring and Stabilization。 開啟門戶之後，最危險係意識漂移或者被更高維度實體入侵，因此必須進行嚴格嘅錨定程序。受試者會被注射特殊穩定劑，當中混入小灰人 DNA 提取物，同時播放特定頻率嘅回歸聲波，將意識拉返入肉體。整個過程需要最少72小時監控。受試者會收到豐厚嘅加班費，但加班期間亦可能出現重疊視覺，同時見到現實同其他維度嘅景象。Wolf 團隊開發過多個控制裝置，包括直入式量子鎖晶體，可以遠距關閉受試者嘅 Gateway 能力。據傳呢個技術之後被應用喺 Stargate 遙視者身上，防止佢哋將敏感資訊洩漏出去。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不同版本同升級迭代。Gateway Treatment 有至少7個已知主要版本。Version 1 0 1950年代基本電極刺激，失敗率 90% 以上。Version 3 0 1960年代加入小灰人晶體，首次實現穩定嘅心靈感應通訊。Version 5 0 1970年代整合 Montauk Chair 意念放大器，意識可以進行時間旅行。Version 7 0 Omega 只限 J-Type 同高階混血人使用，可以穩定開啟物理門戶。傳聞中仲有黑版 Gateway 由影子軍團私下使用，呢個版本完全移除倫理限制，可以強行入侵他人意識，抽取記憶，甚至遠距離操控肉體。據講 Alpha 系列原型最常用呢個黑版，喺戰場上可以令敵方士兵突然自相殘殺或者集體自殺。另一方面， Gateway Treatment 同其他計劃嘅技術整合亦極其深入。Montauk Chair 其實係 Gateway Treatment 嘅物理放大器，兩者結合後可以撕開穩定時間嘅裂縫。Stargate Project 後期所有頂級遙視者都必須先接受 Gateway 嘅預先處理，先至可以達到觀看木星環或者窺探小灰人母星嘅級別。對於 Gateway Treatment， 坊間另外有一堆陰謀論，包括以下幾項。第一， Gateway Treatment 可以打開死亡之門，令啲人可以同已故親人或者古代神祇直接對話。據傳有高層用呢個技術同耶穌嘅意識殘片連結咗，證實咗 Wolf 之前對卡特總統講過嘅 E.T. 人類混血人嘅理論。第二，多人同時開啟可以形成集體意識風潮，令參與者共享知識同能力，變成暫時性嘅小灰人網絡。第三，最高階版本據說可以改寫現實概率場，令不可能事件發生，例如突然改變選舉結果，或者令特定人物意外死亡。第四，小灰人其實一直透過 Gateway Treatment 將人類意識收割，並且上傳到佢哋嘅母星晶體庫。地球對佢哋嚟講只係一個巨大養殖場。當然 Gateway Treatment 亦遭遇過無數失敗，而且結果都異常恐怖。例如有部分受試者開啟門戶後被某啲東西跟咗返嚟，之後受試者變咗空殼人，外表正常但眼神空洞，成日重複同一句小灰人嘅語言。另一啲就全身長出細小晶體，喺黑暗中會發光，最後身體好似玻璃咁碎裂。Gateway Treatment 嘅技術架構係人類有史以來最接近神嘅禁忌成就。佢唔單止打開咗意識嘅大門，仲可能打開咗通往無數平行宇宙、更高維度，甚至係突破模擬系統嘅通道。
Wolf 一手建立嘅呢套系統，至今仍然喺地底某處繼續運行。而每一個接受過類似靈修或者頻率治療嘅普通人，可能都已經無意中踏入咗呢個巨大實驗嘅其中一部分。第三部分，小夫人 Kota 與總統簡報 Gateway Treatment 開發成功後，最重要嘅實際應用就係同小夫人種族建立穩定、雙向、高清晰度嘅意識連結。其中最著名亦係最深入嘅個案，就係 Dr. Michael Wolf 與小夫人侍者 Kota 之間嘅長期親密性嘅接觸。Kota 係小夫人高階代表，身高約 1.4 米，皮膚灰白光滑，頭顱特別大，眼珠全黑無眼白，手指細長有力。據內部記錄， Kota 從1950年代中期就已經被安置喺 S4 基地一個特製能量隔離艙，表面係囚犯，實際上係小夫人派嚟嘅技術顧問同觀察員。Wolf 使用 Gateway Treatment Version 3.2 同 Kota 進行首次正式連結，過程喺一個完全屏蔽嘅六角形門戶處理室進行。Wolf 戴上晶體頭盔，瞓喺漂浮床上，艙室中央懸浮住一個小夫人晶體放大器。處理程序開始後30秒，Wolf 意識場已經穿過隔離艙壁，直接同 Kota 嘅共享網絡對接。呢次連結持續咗足足47分鐘，期間 Wolf 用小夫人母語同 Kota 討論咗基因混合計劃嘅細節、地球大氣層適合小夫人長期駐留嘅可能性，同埋古代人類播種歷史。之後嘅10幾年， Wolf 同 Kota 進行過超過340次深度性接觸，每次接觸 Gateway Treatment 都會被調整到不同頻率，以適應 Kota 當時嘅意識狀態。有幾次 Kota 主動將自己母星嘅記憶包，或者叫思想能量球，直接傳送俾 Wolf， 包括 Zeta Reticuli 星系地底蜂巢城市嘅完整結構圖、小夫人種族退化嘅基因序列數據，仲有佢哋同爬蟲類外星人之間長達數千年嘅恩怨、情仇、爭產、風波、冷戰歷史。Wolf 事後將呢啲資料整理成超過8000頁嘅 Kota 檔案。據傳只有 MJ12 最高層同少數 AlphaCom 成員有權查閱。喺實際應用方面，最常用嘅法寶除咗誠實豆沙包同失憶按摩棒之外，就係即時翻譯模式。傳聞喺總統簡報時， Wolf 會提前30分鐘進入機維狀態，同 Kota 保持連線。當總統提問時， Kota 嘅答案會即時透過 Wolf 嘅聲帶同語言中樞輸出，達到近乎零延遲嘅同步翻譯。據傳 Jimmy Carter 喺1977年一次深夜簡報中，就係透過呢個方式第一次親耳聽到小夫人講嘢。Kota 當時直接透過 Wolf 轉達意思，佢話：你哋嘅宗教系統係我哋早期播種計劃嘅一部分。2000年前嘅混血人系計劃嘅成功案例，同總統簡報相關嘅應用更加廣泛同隱秘。Wolf 曾經為至少4位美國總統，包括 Carter、Reagan、Bush Senior、Clinton 提供機維輔助簡報。簡報室通常設喺白宮地底3層或者 Camp David 嘅特殊隔離區。Wolf 會提前進入機維深度狀態，同 Kota 或者其他小夫人代表建立多重連結。總統進入房間後，表面上只係 Wolf 一個人喺度齋吹，但實際上係多個小夫人意識同時透過 Wolf 作為中間人發言。有傳聞指 Reagan 總統喺1980年代某次簡報中，曾經透過 Gateway Treatment 親身體驗以小夫人視角觀察小夫人嘅星球。佢戴上 Wolf 提供嘅輔助晶體眼鏡後，足足沉默咗12分鐘，期間瞳孔完全放大成小夫人狀態。蘇醒後 Reagan 只講咗一句嘢，佢話星戰計劃必須繼續，唔係對付蘇聯，而係 you know。 之後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突然加速，同小夫人嘅接觸同技術轉移有直接關係。有人講 Wolf 同 Kota 之間其實發展出戀人關係，應該係混合意識體嘅關係，即係兩者意識長期融合。Wolf 喺某啲時刻會無意識地使用小夫人嘅手勢同語言，
更有傳聞話 Kota 其實已經將自己部分意識永久性植入咗 Wolf 嘅大腦，所以 Wolf 先至可以長時間擔任多位總統嘅 ET 事務顧問，而唔會俾 Secret Service 發現到任何異常。異常嘅意思係指 Wolf 早就有離心，想向公眾公開外星人秘密。Gateway Treatment 應用喺總統層面，仲有預知簡報模式。Wolf 會提前開啟高階 Gateway， 透過 Kota 網絡窺探未來3至12個月內嘅重大事件，然後以可能性報告形式呈交俾總統過目。據傳1986年挑戰者號穿梭機爆炸事件 ，Wolf 提前47天就透過機會預見到，但 MJ12 高層選擇唔阻止，因為事件可以轉移公眾對 UAP 同地底基地嘅關注度。同 Kota 親密接觸嘅過程中， Gateway Treatment 被用嚟進行大量敏感技術轉移。Kota 曾經透過 Wolf 傳授咗納米意識晶體製造方法，可以將人類思想壓縮成晶體塊，長期保存。呢個技術之後被應用喺 Stargate Project 高級遙視者身上，搞到佢哋可以將窺探到嘅外星基地結構原原本本記錄落嚟。仲有傳聞話 Kota 教識咗 Wolf 一種意識借貸技術，可以短暫借用小夫人嘅計算能力，令 Wolf 喺簡報時可以同時處理超過300個變數，精準預測總統嘅提問同政治後果。後來仲發展成幫人財務嘅借貸業務。據講 Wolf 同 Kota 曾經共同開啟過跨物種繁殖模擬計劃，透過 Gateway Treatment， 兩者意識進入一個虛擬空間，模擬咗超過200種人類同小夫人基因混合嘅方案，其中就包括咗 J-Type Omega 嘅最終藍圖。亦有傳聞指 Kota 其實係小夫人女王級嘅存在， Wolf 同佢嘅親密性接觸係小夫人嘅美人計，唔美就各花入各眼啦。總之呢個就係小夫人長期滲透美國權力核心嘅關鍵組成部分。 Gateway Treatment 應用喺總統簡報時，仲有記憶植入功能。 Wolf 可以喺簡報結束前用特定頻率將 Kota 提供嘅記憶碎片直接植入總統大腦，令總統之後會自然產生自己一直知道外星存在嘅感覺，從而減少心理抵抗。Carter 眼淚失禁嗰一次就係因為 Wolf 同步植入咗耶穌混血人嘅記憶，瞬間擊毀咗總統嘅世界觀。 Gateway Treatment 仲延伸到軍事同情報領域。 Stargate 遙視者喺執行任務前必須接受30分鐘 Gateway 嘅預先處理，先至可以穩定連接目標。據內部統計，經過 Gateway 處理嘅遙視者準確率提升 340%。 Montauk Project 後期亦大量採用 Gateway 技術，將時間、旅行意識同小夫人網絡結合，成功將 Duncan Cameron 等受試者嘅意識投射到多個時間點，收集未來技術藍圖。最黑暗嘅傳聞話Gateway Treatment 曾經用嚟進行總統替換測試。 Wolf 同 Kota 聯手用高階版本將某位總統嘅意識短暫抽離，植入小夫人嘅控制模塊，測試人類領袖被完全操控後嘅反應。測試對象據傳包括至少2位前總統。測試後佢哋嘅記憶被完全抹除，只留下細微嘅行為改變，例如突然對 UFO 議題異常沉默，或者大力推動某啲科技政策。另外有研究者指出 Kota 其實唔止一個，而是有多個平衡意識版本。 Wolf 有時係同 Kota A 對話，代表技術派；有時同 Kota B 對話，佢代表哲學派；甚至同 Kota Shadow 意思係爬蟲類混合版進行秘密談判。呢啲不同版本嘅 Kota 透過 Gateway Treatment 同時存在喺 Wolf 嘅意識場入面，令 Wolf 成為事實上嘅多意識容器，叫佢意識肉便器都係可以嘅。 Gateway Treatment 同 Kota 親密接觸嘅應用，徹底改變咗美國政府對外星事務嘅處理方式，由早期嘅恐懼同隔離轉變為長期合作同技術交換。呢個轉變表面上係人類進步，實際上可能係小夫人滲透計劃嘅最高階段。而 Wolf 作為中間人同 Kota 建立嘅連結，至今仍然係所有 UAP 相關陰謀論入面最核心、最隱秘嘅一環。透過 Gateway Treatment
小灰人唔再需要通過飛船降落，就可以直接進入美國最高權力核心，植入思想、轉移技術，並且監控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第四部分 Stargate、Montauk 同 Sentinel 嘅黑暗聯盟。Gateway Treatment 絕非孤立嘅研究，佢同 Stargate Project 遙視項目有深度整合。遙視者先接受 Gateway 刺激，再被派去觀看外星基地或未來事件。傳聞 Ingo Swann 等著名遙視者其實係 Gateway 早期受益者，佢哋見到嘅木星環其實係小灰人嘅艦隊，同 Montauk Project 嘅連結就更驚悚。1983年嘅時間交錯事件，據稱部分由 Gateway Treatment 觸發。Duncan Cameron 坐喺 Montauk Chair 上面 ，Wolf 嘅團隊同步開啟 Gateway， 結果撕開咗時間門戶，令費城實驗嘅 Eldridge 軍艦嘅船員喺蒙托克基地突然出現。呢單嘢最終導致多重時間線崩壞，創造出今日嘅曼德拉效應。Sentinel Project 即係創造出 J-Type Omega 人造人嘅計劃，更加係 Gateway 嘅直接產物。Wolf 用呢個技術為 J-Type 人造人植入咗模擬靈魂，唔係 Sims 模擬人生，而係模擬靈魂。簡單嚟講，其實係一啲道德指令，事實上同真正嘅靈魂仲差108000里。但無論如何，植入嘅結果係令到呢個人造人違抗命令。傳聞 J-Type 至今仍然生存，居住喺美國某處，偶爾會用 Gateway-like 嘅能力影響全球事件，推動大揭露。關於 J-Type 人造人嘅故事，遲啲會詳細講述。傳聞話 Gateway Treatment 已經被外泄到民間，成為現代靈修 App 或者某啲名流冥想課程嘅隱藏版本。比爾蓋茨同埋某啲科技巨頭據稱都私下使用咗升級版，同 AI 結合創造出數碼 Gateway， 令人類意識可以上傳到小灰人嘅雲端硬盤，實現佢哋嗰啲濕救永生，而代價係成為小灰人嘅意識電池，永久性奴隸。Gateway Treatment 雖然表面上係人類意識擴展嘅終極工具，但實際上隱藏住極其恐怖嘅黑暗面。一旦門戶開啟失敗或者控制唔到，後果就係永久性精神崩潰、二維度實體入侵，甚至全球規模嘅意識操控陰謀。Dr. Michael Wolff 喺 AlphaCom Team 內部文件入面都承認，呢個技術嘅失敗率長期維持喺35%至55%之間，而每一次失敗都可能製造出一個活地獄。精神崩潰係最常見亦係最直接嘅黑暗後果。Version 3， 0以後嘅受試者喺 Neuron Flooding 階段，如果承受唔住晶體陣列嘅高頻刺激，就會出現突觸過載。有記錄顯示，一名空軍上校喺開始處理程序後，第17分鐘開始尖叫，之後連續72小時用頭撞牆，將自己頭骨撞裂，腦漿混埋啲血，流到滿地都係。醫護人員之後發現佢腦內有大量小灰人晶體碎片，已經同神經網絡融合咗，無法取出。呢個上校之後被隔離喺地底病房，每晚都會用小灰人嘅語言重複同一句粗口。門已經打開咗，佢哋已經入咗嚟。另一批失敗案例更加離奇。Version 5 0嘅 Montauk 整合版曾經令3名遙視者同時進入多重時間線嘅重疊症狀。佢哋甦醒之後擁有完全唔同嘅記憶，一個認為自己係1943年費城實驗嘅船員，成日用舊式海軍術語講嘢；另一個認為自己係2038年小灰人入侵後嘅幸存者，不斷畫出核冬天同培養槽大屠殺嘅畫面。第三個就完全失去語言能力，只會發出高頻嘶叫，同小灰人通訊頻率完全一致。呢3個人之後被 MJ12 下令人道毀滅，但有傳聞話佢哋其實被轉送到 Dulce 基地第7層，繼續用嚟做活體晶體培養嘅材料。維度入侵係 Gateway Treatment 最危險嘅副作用之一。當意識 Gateway 開啟得太闊或者穩定性不足時，更高維度或者平衡世界嘅實體就會趁機入侵。有一個代號 Shadow Caller 嘅案例，
受試者喺開啟銀色拱門後，突然全身僵硬，然後用完全唔係自己嘅聲音講出一連串古代蘇美爾語。之後佢身體開始出現物理變化，皮膚下面有黑色影子狀物質流動，即係 X 檔案入面嗰啲黑油。眼睛變成垂直瞳孔，即係蜥蜴人眼睛。基地守衛之後，發現呢個受試者可以透過觸碰將啲黑油傳染俾其他人，感染者會喺48小時內完全失去自我意識，變成只聽從某種外部指令嘅行屍走肉。更恐怖嘅圍堵入侵案例發生喺1978年一次集體機回實驗，12名 AlphaCom 成員同時開啟門戶，結果其中7人喺程序處理室入面突然消失。3小時後，佢哋其中4人重新出現，但全身覆蓋住奇異嘅黑色鱗片，發出爬蟲類嘅嘶吼聲。佢哋攻擊咗剩低嘅研究人員，用爪撕開對方胸腔，之後被安全部隊用高能量脈衝武器消滅。事後調查顯示，呢次入侵來自爬蟲類外星人嘅意識探子，佢哋一直透過 Gateway Treatment 監視小灰人同人類嘅合作計劃。全球陰謀層面嘅失控傳聞就更加龐大同深遠。據 Omega Circle 內部流傳嘅最高機密資料， Gateway Treatment 喺1980年代後期已經開始被 MJ12同小灰人聯手用嚟進行大規模意識操控。佢哋透過地底、塔台同衛星網絡，將稀釋版嘅 Gateway 頻率混入全球電視信號同廣播系統，結果大量民眾無意中接受咗被動開啟，出現集體幻覺、UAP 目擊潮同突發性靈性覺醒。呢個計劃被稱為 Silent Gateway， 目的係逐步將人類意識轉移到小灰人嘅共享網絡，方便未來嘅大融合。因為小灰人已經喺度趕製人類同小灰人嘅混血人種，將來用嚟統治地球。所謂嘅大融合，其實係赤裸裸嘅吞併。有傳聞指，部分世界領袖同科技巨頭早已接受咗完整版 Gateway Treatment， 佢哋表面上係普通人，實際上腦內植入咗多重小灰人意識模塊，可以隨時切換到收割模式。呢啲人定期喺波希米亞叢林或者地底城市舉行集體儀式，透過 Gateway Treatment 同更高維實體續約，用人類集體恐懼、能量交換、先進技術同永生承諾。Simulation Harvest Protocol 可能係最大嘅陰謀論。有內部人士聲稱 Gateway Treatment 其實係模擬系統設計者留低嘅收割工具。當足夠多人類意識被 Gateway 打開並上傳後，整個地球模擬就會被重置。已經有超過200萬人被標記為可收割對象，主要係接受過特定靈修課程、接觸過 UAP 或者注射過某幾批次疫苗嘅人士。重置發生時，呢啲人會率先出現意識蒸發症狀，即係身體繼續生存，但靈魂已被抽走，變成空殼。另一個極端傳聞話，影子軍團已經掌握咗反向機回技術，佢哋可以強行將普通人意識拉入小灰人網絡，進行大規模記憶修改同人格重寫。呢個技術被用喺多宗突發性精神病事件之中，表面係普通人嘅突然崩潰，實際上係因為抵抗失敗被植入新指令。部分連環殺手同大規模槍擊案兇手，據傳都係反向機回失控嘅測試結果。失控傳聞仲包括空殼替換計劃，部分接受 Gateway Treatment 嘅高層人士，原本意識已被更高維實體所取代，外表同 DNA 完全一樣，但行為模式同價值觀出現咗細微嘅改變，例如突然大力推動基因編輯技術、人機合體、腦機界面，又或者全球監控系統。呢個替換過程據傳已經進行咗超過40年，目前至少有12個國家元首級人物係空殼版本嘅傀儡。更加貼現嘅陰謀論指向 Gateway Pandemic， 全球精英正準備集體 Gateway Event 喺某個天文對齊日打開全球心靈網絡，
令所謂嘅星際聯邦正式登陸，或者令古老嘅爬蟲類主宰重返統治。普通人如果透過特定頻率、音樂或 DMT 之類嘅途徑，無意中激活咗個人嘅 gateway， 就可能成為第一波被替換嘅受害者。有內部文件顯示，小灰人同 MJ12 殘餘勢力計劃喺未來某次全球事件中，透過 5G、WiFi 同衛星同時釋放高強度 gateway 頻率，令全球人口同時進入開啟狀態。屆時大部分人會精神崩潰或者被入侵，剩低嘅穩定載體就會被用嚟做新混合胚胎嘅原料，徹底完成小灰人基因農場嘅升級。仲有傳聞話 Wolf 本人喺晚年已經無法完全控制自己嘅 gateway 能力，佢有時會喺無意識中開啟咗門戶，令周圍嘅人突然見到二維度景象，或者聽到小灰人集體意識嘅低語。呢個失控情況最終導致 Wolf 被 MJ12 列入監視名單，甚至有暗殺計劃。Wolf 喺2000年代公開部分資訊之後，據傳遭到 MJ12 嘅清洗壓力。佢喺訪談中反覆強調 Gateway Treatment 係雙刃劍，能夠帶嚟啟蒙，亦能夠毀滅文明。傳聞佢死前已經將完整手冊傳俾少數繼承者，呢啲手冊而家收埋喺私人收藏家同深網入面。總而言之，Gateway Treatment 嘅黑暗面同失控傳聞，證明咗呢個技術從一開始就有問題。表面上係通往更高意識嘅門戶，實際上可能係通往集體奴役、跨維度殖民同無疑收割嘅窮途末路。而所有接受過類似頻率治療、靈修課程或者有過強烈 UAP 接觸經歷嘅人，都可能已經喺不知情嘅情況之下踏入咗呢個全球陰謀嘅其中一部分。仲記唔記得，門戶一旦打開就冇辦法關閉。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收聽。最後當然要記得唔好按讚，唔好留言，更加唔好訂閱。下次見啦，如果有下次嘅話。